你还活着。谢王后。本宫今日来，是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昭告天下。第一件事情，先主当年是被现在的王上洛寒童所杀，罪奴荣坚常年以水银注入莲子羹，害我先主抱憾猝死，英年早逝。现已自刎谢罪。第二件事，本宫当年身怀六甲，欲诞下小王子以承王位，不料被洛寒童强迫服药以致小产，与药房一众太医皆因此遭无故灭门之灾。第三件事，本宫当年谎称失忆，委身于后宫中，并不是为了贪图富贵，而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将真相公诸于天下。以上本宫所言，皆有人证物证相佐，若有不服者，可一一来查。既无人有异议，本宫愿顺民心所向，遂群臣所愿，替天行道。废洛寒童，立新主。先王后，懿旨。大道之行，为天道公允，国有至尊，必以天所授。洛氏王族倾城本顺，显荣万年，乃奸人欲迷心夺势，今本宫以讨先主之灵，二赤为重之刑，身思付托之重，实切今夜之怀。唯我皇帝洛东庭，运府营城，邺城西洽，兹欲兴事治治，必当革故鼎新。是皆帅犹乎旧章，亦已尽承夫先志。先王后听命。新王莽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
有个人一直在等你，你要不要见他？谁？出车。他在白马寺等你。邪恶众生，从仙毫间变至无量。是诸众生有如此习，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，宜为设福，以资前度。若能更为身死之后77日内广造众善，能使世诸众生永离恶趣，得生人天，受胜妙乐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为什么你现在才来？我一直都在，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我常常在梦里见到你，我好怕，我怕现在也是梦。你还觉得是吗？是真的是梦。陆二寿，师傅也说，都是当王后的人了，还这么难过。我不要你再离开我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办，你就在这里等我。办完了，我就回来接你。你还要丢下我，是吗？不行，我不放你走。我还有一个人的命要取，不能带上我吗？不行。那你走吧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办完了就回来找你，绝不食言。誓言和誓言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都差不多。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活在谎言中。若我食言，我宁可遭天打五雷劈。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发毒誓。那你就不怕我不回来？不怕。如你抛下我，我天涯海角都要把你找到。你走吧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师父走后，我就在寺里带发修行。
一边祈祷师傅能平安回来，一边为因为我而死去的人们祈祷。一切善事都可以回向，善事可以让人超越内心的狭窄与执着，度脱内心的仇恨与贪婪。愿我今日所做功德，皆回向于我今世以来的冤亲债主。姑娘，你找谁？所以说，你就是信里说出彻新收的徒弟？我叫叫易洛。易洛。小哥哥好。丫头，你师傅对你不一般啊。你搞错了吧？什么搞错了？你自己想一下，就你师傅那样的人，对你这样，已经是非常不错了。你说我师傅以前不是云游四海的吗？他这种性格怎么交朋友啊？可能你师傅他就是云游四海多了，然后就看淡一切了。哦，所以正是因为云游四海多了，见多了大风大浪，所以一般刺激都没啥感觉。你要这么理解也行，反正差不多就这意思吧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一会儿把这个药端去给他喝一碗，听到没？千万别忘了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安神医慢走。别送我，别送。好，不送，本来也没有打算送。这个狐狸精在我彻哥哥的房间里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在偷东西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哼，你偷偷摸摸的，还有理了？我们在场的人可都看见了，我要等彻哥哥回来，让他看清楚你这个贱女人的真面目。什么真面目假面目？跟你这种人没法说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不要命了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你爹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是你自己摔倒的，我还没打你你就摔倒了，自己功夫不到位，就别怪别人比你厉害。你说你比我厉害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，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，还敢勾引我彻哥哥？彻哥哥，哼，估计我师傅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自己一趟一趟的这么过来倒贴，又是送吃的又是送喝的，我师傅哪次不是让你热脸贴上了冷屁股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铁拳就在这等着。你什么你还不
快滚！我告诉你，你别妄想能够嫁给我彻哥哥。本公子向你提亲。不可能，我与公子素不相识。那你意思是咱俩熟了就可以了？我……哎，等等，咱俩见过2次了，一回生2回熟，咱俩已经熟了呀。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喜欢钻空子啊？你喊什么呀？救命啊！赵大公子耍流氓了！我什么都没做啊！我没。一洛，我一定要娶到你。你的衣服真好看，谢谢出亲大少爷。回头我让府上的丫鬟给你送几身漂亮的衣服和精致的首饰。这过年嘛，还是要过年的样子。谢谢大少爷。原来你叫洛儿。小女子名唤易洛。先生学识广远，小生佩服。不过，看先生像是淡泊名利之人，刚好随身有一件精致小物，想要赠与洛姑娘，留作纪念。哇，好漂亮的扇子啊！先生与师傅聊得这么欢，却送我礼物，这个我真的不能收。你师傅一看就不好收买，那我好收买啊？是你比较通人情。你若这么说，那我就还真得收下了。哇，这个扇子正合我心意呢。洛姑娘喜欢就好。我回来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都结束了。师父带你回家。回哪个家？回我们的燕暖与寿阁。中原的人不抓你了吗？不抓了。为何？我这次回去，就是联合4皇子发动了政变，将齐燕杀在了龙椅之上。你爹娘的案子，出清是凶手，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齐燕所指使的。我答应你替你爹娘报仇，我做到了。我把楚晴和简儿放了。那就好。
停一下！怎么了？安子怡的墓。若子怡，他死前曾和若倩开玩笑说，彼此交换姓氏，父随父姓，父随父姓。安子怡、若倩，若子怡、安倩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情深意重，不分彼此。子夜，我把若倩给你带来。都是因为我，你们才会死的。我对不起你。虽生不能同寝，但死后能同穴。
也是一种幸福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了？啊？没事。都咳血了还没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妖狼之毒还在隐隐发作。药呢？你的药呢？药在哪儿？快吃药啊！好不好？别这样，你这样我更害怕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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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这样。这。啊！师傅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就快到家了。啊！师傅，师傅有一点冷。我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你就不冷。小心。没想到
最后还是没能看到洛儿穿戏服的样子。若能再重来一次，师父还愿意娶洛儿吗？当然愿意。此生有你，足矣。真美。师父也很好看。是酒杯酒，喝下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好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无人能将我们分开。洛儿，师父有些累，想和你说说知心话。躺到洛儿怀里。洛儿，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，从未想过师父会对洛儿如此重要。那时候，洛儿老给师父惹麻烦，还经常
跟师傅打架吵架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去哪儿？我想找出钱姐姐玩。安排你做的功课你都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我都1天没吃东西了。难道喝粥不是吃东西吗？喝粥怎么能算是吃东西呢？难道你想饿死我吗？不用你说我也知道。回屋去。像你这样没有人性的人，根本不配做我师傅。嘿，你还长了一张这么好看的脸，怎么你的内心那么丑陋啊？你敢说你不是想逃跑？哼！还天天想法子逃跑。是啊，每天都在惹我生气。幸好啊，有出钱姐姐和安子毅在，他们老是来救我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。这么怕我？当然了，师傅老是臭着个脸，又那么凶，我怎么能不怕？那你还喜欢我？我以后成亲千万不能哭成那样，太可怜太惨了。我要是成亲啊，我一定要嫁一个我爱的，我爱他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啊。我记住了，你放心吧。我放心什么？贺礼都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师傅好狠心啊，连面都不留。我去了也不会改变什么，简单点，对你我都好。对我？没错，对你。我什么都没说。洛儿定是想嫁人了吧？没有，师傅你别乱说。洛儿想嫁给谁呢？该不会是想嫁给我吧？天哪，师傅你说什么呢？没有。那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什么意思啊？考虑吗？这你也信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就知道成天没事逗我撩我，还不让我和别的男人说话。师傅长得太好看了，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会有所向往，一定是这样，很正常。连安大哥都说了，他的长相惹是生非，一定是的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是啊，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会毫不犹豫的。你还记得吗？之前你跟我说过，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，有我在的地方
就是你的家。谢谢师傅，六儿记住，好好活下去。罗儿跟着我，吃了很多苦。岂止吃了很多苦啊，洛儿不知道受了多少罪呢。师傅还记不记得，洛儿那时候很喜欢吃桃花酥，还有大鱼大肉。可是师傅啊，平日就是喝粥，着急死我了。有一次，我还因为饿坏了，跟师傅打了一架。最后啊，师傅在雪地里从兜里掏出一个鸡腿给我，还热乎的。这个给你。师傅，荤腥味太重，不过还好，还是热的。该是愿念一场，我这辈子都记得，当时师傅的眉毛皱的呀，像一条毛毛虫。还摆着一副臭脸，嫌那个鸡腿臭。你知道吗？当时啊，那个鸡腿我没有吃，但其实我心里可感动了呢，就是没让你看见，眼泪啊都掉进雪地里了。师傅，那时候多美好。醒了。哦，师傅早。今天开始习武吧。好。别演了。这把剑太重了，好累哦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无用之人，才会不断的自己找借口。我没有找借口，如果你给我一个轻的，我就可以练了。这个给你，新兵器，我亲手做的。给我的。千磨万击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既然收下了，就要受得住这2句话。
再回到原来那个美好的时光里，好不好？你困了吗？先睡一会儿，天亮记得呀，叫醒我。扫把星，我的血解过你的毒，你的血亦可解楚车的妖狼之毒。这也算是我若寒童此生唯一能弥补你的。再见，你求你。本来天气预报预告未来40天都是雨啊，然后4天是吧？4天，这就40天差不多啊。人间最美4月天，我们在4月最后一天开机，衷心的祝愿我们等到这场雨收，开机大吉，收视长空。3、2、1，开始。
收视长虹，收视长虹，大卖。